世界万行内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仔日要来讲一个健康新知：癌症疫苗3期实验成功有达标，敢是人人做一档就免烦恼？事实当然无遐介世的新药，敢通讲从此人类以后免见烟炉？今仔日好好来讨论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疫苗专家何美香老师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第二位是马偕病院血液的肿瘤科主治医师张明志。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是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。平林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师急症内科医师叶定如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首先来看，这是什么代志？美国的大药厂 Merck 甲 Moderna 这两间呢合作研发出了个人化的癌症的这个疗法，会当针对着患者的状况做专门的 mRNA 的疫苗，那么来对付着癌细胞。第3期的临床实验成功达标，追踪的这个黑色素的瘤患者呢，搁再发作甲死亡的这个风险呢，降低49%。别说东甲莫德纳联合开发的个人化疗法，是将黑色素瘤患者切除的组织，透过基因定序找到特定突变，大约6礼拜会当全工设计出专属的 mRNA 疫苗，可以训练免疫系统准确识别残留的癌细胞，拢总自高版，佮配合别说东的免疫疗法药物，技术达共同驱动 T 细胞精准鉴别癌细胞。两间公司针对1000多名黑色素瘤的患者，用这种联合疗法做1年的大型实验。19宣布第3期临床实验结果达标，成功达到测验终点，详细数字还未公布。不过根据6月公布的第2期追踪数据，受试者癌症复发甲死亡风险已经降低49%，完全转移风险降低59%，佫无出现严重的副作用。If we're anywhere close to that, this is a blockbuster. And in general, those types of agents get approv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. 专家表示，若最后数据得到审查通过，这项疗法有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，改变未来治疗癌症的方式。目前莫德纳也伫膀胱癌、腰子癌、腰鞘腺癌、胃癌患者的试验中研究这种联合疗法，表示未来1、2年内会公布真侪试验结果。另外，罗氏药厂甲 BNT 也咧做大肠癌甲腰鞘癌的相关 mRNA 疫苗试验，有计未来几年会陆续发布结果。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。初大家看到这个网络顶头，哇，这个人类大救星咯！哇，讲哦，以后免见炎热咯，敢有遮简单？啊，事实上啊，迄针足甲挂落去，哇，毋是啦，迄就是你爱先着癌，你听有吼？你爱先着癌，甲你抽一寡什么物件，啊，出来吼，辨识。啊，我吼专家伫遮，我就免讲话，我先请何老师甲咱讲，伊这是安怎会即个机制？落去吹，啊，吹出来了后，啊，才叫啥人去抬？你讲互咱听。咱即马安尼想吼，即个疫苗吼是针对较严重的2 B 以上，就是讲已经迄癌症细胞吼，你的皮肤等一下可以请医生甲咱讲，较大吼，就比较深一点。啊，即马你甲治疗了，伊后边复发的机会。风险真悬，所以这个疫苗是针对这款人来做的。我有搁再发难的意思啦。对，啊，伊的做法就是讲吼，因为所有的癌症吼癌变细胞吼，伊拢有一寡突变，就是 DNA 的突变。你细胞咧复制的时阵，伊迄个那个叫什么核酸吼，加一个加啊，会加错嘛。加错了之后就变成说，可能它翻译成蛋白质的时候，蛋白质就不对，
所以那你不对的话，它表现在这个细胞，你就会看到讲，哦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个不对。所以过往我们有一种叫做免疫治疗，现在也一直都在有免疫治疗的就是预防它扩散啊什么哈，你有治疗的那就是提升这个杀手细胞的能力，因为那癌症细胞常常抑制我们的杀手细胞，可以没有办法做事情。但是心衰正常啊，抬死。不是迄阵英国的就会抑制它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来把它反制它，让它那个免疫疗法就是反制它，让它可以杀，但是对它那个副作用尽量真大嘛。对对对，啊，伊起码这个 specific 这个疫苗哈，就是用本来的免疫的疗法，加上刚才叫出什么物件？Keytruda，它是对着 PD-1哈，反正伊就是。即马就本地在用的啦。即马都大家都真侪拢在用，咱台湾嘛在用安尼吼，所以就是用黑，然后再加上吼，咱吹到这个人化就是讲，咱把这个癌细胞吼，你若会当提出来对不？会当用外科的，你就该提出来。手术甲摕出来，然后你就甲迄个正常的细胞做一个比对，你就知影讲倒一个是有突变，啊突变有倒一个是讲倒一个基因吼，倒一个蛋白质有咧突变，倒位这个伊全部拢改sequence出来，拢甲抓出来，啊你就甲比对，然后倒位有无共款的，无共款你就问讲啊这是毋是蛋白质？啊，你就搁第二个问题就是讲，这个蛋白质是毋是咱T 细胞的 target， 就是标的，会当改，咱若改辨识它，会当，咱们细胞会表现在细胞的外面，还可以把它杀掉。所以你要有一寡运作，就是我们起码AI 可以帮忙，会比较快。我就要用人肉落去看，你无可能啦。英国嘛是有一寡迄个，足多嘛，看袂完嘛。对，但是嘛是有一寡迄个，就是什么软体可以帮忙的，就是比对。但是看袂照文。看袂照文啊，真久啊，所以起码 AI 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啊，你吹掉了，你就把这些 target 改 mRNA 疫苗，这就回到。刚才 COVID-19 的迄阵，那个赶快就是把它做出来，但是这个要杀的，这是杀手，要杀它。然后呢，对象是我们自己癌细胞所表现的，但是只有在癌细胞上面有，所以是两个动作，一个是活化，你的 T 细胞本来就被抑制的把它活化，第二个就是比较有特异性的杀，所以。那不管它在哪里，就是比较有特异性的，可以把它杀掉。spot 先给它吹出来。对。它叫做 Keytruda 可以给它抬。对。安尼嘛吼，所以记这些。但是何老师，啊，这个以后这种模式，有通就运用其他的癌症吗？迄个有一寡癌症吼，伊的突变较少啦，突变较少的，譬如说。点样脑瘤，啊，嘛是有人咧做研究，嘛是有人咧做研究，所以还佫有可能，佫有可能，人拢不会放弃啦，但是哇，简单就较歹讲啦。这真淡的，张皮，简单讲吼，就是讲咱的杀手细胞咧困啦，唔知影敌人伫对，歹人伫对，这个疫苗就是敢若有雷达。雷达你有的肺链机，有的准，有的是胶啊，你要分辨不出来。啊，咱用 NGS 次世代基因的，甲你头拄咱何教授讲，会找种 RNA 蛋白质无共款的所在有有偌济项啦。伊即马先设定34个抗原，啊，这个疫苗的代志吼，癌症的治疗。一般是拢化学治疗，开刀啊、放射线啊，有一寡像肾脏癌、黑色素癌这款的化学治疗无效的啦。古早就是用免疫治疗，一开始用干扰素，尾仔就即马用的叫做检查哨免疫治疗。这个就是要甲吹出来有抗原性悬啊。你若这个疫苗 RNA 疫苗吼，
互你的人内底树状图细胞、自然杀手细胞，会当确认讲哦，这一个是歹人伫洗咧对。啊，迄阵就叫你的自然杀手细胞来攻击。啊，自然杀手细胞有的人嘛嘛叫袂出来，叫袂出来，用 Keytruda 用免疫疗法的迄个叫起来讲，兄弟啊，敌人来啊！一般是拢有一个车洞啊洞的，叫你莫去抬，因为咱惊免疫过强，就自体免疫病，像红斑狼疮。咁袂使，迄家己人。啊对，啊，即嘛是两方面的啦，一个是用雷达甲扫出来34个抗原，扫出来讲哦，即个有歹人，啊，甲叫起来，安尼两个合作伙，安尼毋是注一针尔啦，爱注高针。啊，注高针哦。爱 booster。啊，你的免疫治疗嘛爱，搁爱注一档，敢若今仔辅助共款，啊，还有 booster 啊。对，爱 booster， 啊，一直甲训练啦，啊，训练1年啦，拄啊好，啊，啊，就敢若训练 AI agent 共款。对，6礼拜注一支高钙啊，高钙9654，拄啊好1年啦。哇！啊，即个你要找就是找讲吼，你有高复发的风险的遐人吼，我会降低。唔是讲完全拢台死，伊的对照组就是 Keytruda 一个免疫治疗方法嘛，啊，就是降低49%的迄个复发率，就是31%对50%安尼左右啦。所以对照组嘛是有效，伊是更较有效。啊，一观察敢若观察2年尔啦。啊，到尾啊，整体的这个伊报告佫无出来，还未成熟，OS 整体的生存还未出来。所以爱欢喜一半尔。啊，嘛爱看人啊，爱看人。第一吼，你的抗原除了这34个抗原是拄好是对的啦。第二，你的节拍器，因为咱的迄个免疫治疗来讲吼，敢若用 Keytruda 来讲，伊反应率差不多20%至30%，嘛毋是100%。啊，这大概会足贵的。一定贵的啦，你敢若免疫治疗就差不多200万啦。啊，这个疫苗吼，因为人少吼。做的过程也多，现在算就嘛600-700万。哇，这伤脑筋的，苏婷姐，这保险敢会出啊？保险会出无？就爱看你买什么保险。什么条款？先讲，即马雇用Keytruda，伫咱的健保，真侪人拢已经有付啊，吼，雇用一趟，吼，就是讲你有当时啊一寡腺肺癌嘛，吼，也是讲即马黑色素细胞癌啊。膀胱癌啊，真侪伊讲拢有付，差不多1年100通万啊，2年就200万。啊，健保是有付的。啊，即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吼，新的治疗方法，因讲是讲，较先是种预防复发的观念，吼，因为你看吼，第2期、后期、甲第4期，这个特色是啥？就讲我虽然甲手术去讲，可是外科医生定讲，我用手术吼是我看会到的癌，可是。你较暗记，我手术迄间吼，有一寡可能已经早就走出去的，是我看无的。啊，进前这看无要安怎处理？一种是讲，有诶讲啊，我是毋是手术了后，我是用化疗。较严重的吼，我就化疗来。可是即摆讲啊，你就无，你若用化疗啊？到壁有一寡就是讲啊，我是毋是单用即个Keytruda，还是种免疫？我就讲啊，有办法吼，咱身体内底讲，明明佫有一寡癌细胞吼走出去，啊，可是我即摆手术掠无伊，对毋对？是毋是咱身体内底这免疫细胞吼，家己去找？可是问题就是你无明显嘛，秘真好找无，对毋对？所以即摆嘿100嘛，所以即摆从好的方法就是讲，我即摆甲你讲，伊生做啥物款，你去找。啊，即摆甲你讲，这癌生做啥物款，其实方法足侪哦。伫即个 mRNA 疫苗进前啊，有真侪方法你开始做，因其实，比如讲因做细胞治疗的，我是毋是干脆甲你这些细胞啊，甲你迄免疫细胞培养，互伊用捌伊嘛，吼一种方法。互伊熟悉我一条互你互伊熟悉。啊，就敢若王昭君呢。嘿哦，你熟悉了吼，我再甲你送你的体内，啊，你就去吹，吼体外训练，这感觉先去做兵去成功练一个吼，你来入去，啊这种。啊，即摆第2个是讲啊，我即摆一个方法就是，因为呢，因呢标示无明显，所以我即摆透过这 mRNA， 我甲你。标示搁较明显，你就知影有卡这个机啊，拢是安尼甲你教，你搁袂晓，吼，
你这机啊拢甲你插好，爱去找。哦，咱这样你要补充者。对，咱台湾嘛有咧做啦，树状图的树突细胞治疗啦。不过做啥死的做袂落去啊？做袂落去是无线还是安怎？无汉好啦，就是讲你摕你的树状图讲叫去修正咯，伊又唔叮当啊。啊，所以即马即个疫苗用 mRNA 就甲你加强，甲你训练较好咧。训练更较好，你用更较熟悉讲，这就是癌啊，大家来卖第一较好录着，第二袂误杀无辜啦吼，因为着甲正常的细胞生做更较无共款啦。啊，你着知影讲就是就是即种机啊顶头有即种的，这吼。第二就是讲有个人讲安尼，既然伊离即个黑色素细胞癌的成果看起来袂歹，是毋是伊即马膀胱啦，吼，膀胱癌啊、肺癌啊，啥这是毋是拢真好？你看进前啊，即个免疫疗法啊，你每一种癌啊，迄个伊的效果无遐个差真济呢。同好的就是黑色素细胞癌。我感觉吼，咱即个免疫检查就是咱如果讲像起初达是啥，这吼用个正刚用个变成商品问世。就这个上有可能。看起来疗效同好，迄东西出来就是黑色素细胞癌，所以根本就卫生讲吼，这个癌对这个免疫疗法本来就特别成绩好，特别惊啦。所以即个无别的好方法啦，敢若即个对较好。我记得当初故事的真那个啊，我感觉其中一个参加的类似临床试验嘛，迄当初你讲四期的外国人嘛，黑色素细胞癌嘛，啊，迄当初想讲。无有医嘛，外国人掠做天下无敌啊！白种人较侪这种黑色素细胞癌嘛。啊，伊当初迄个人就讲我4期啊，啊就无有医啊，啊本来拢差不多遗书啥拢要写好啊，吼，啊去试看卖，试看卖伊无想讲我真正好，而且伊是好去到好甲离迄种好，你知影？好离离，好离就是有一寡部分的人，伊真讲好，完全好，迄种人。即个就咱讲免疫治疗就敢若买乐透啦，有20%就对。啊，有80%都唔对。哎，就是好离迄种人，迄当阵就是因为安尼，较告别说哦，原来讲这是适当的免疫疗法是有可能有效的。即摆才开始有这么这样济，所以即摆你甲我讲，因为这个成功是毋是其他的癌拢会真成功？无一定。那有免疫疗法吼，有成功的迄个几率，这就有较有可能啦。即摆咱所以爱有成绩对。对啦，对，因为你用的起初的第一有一个对，你用的嘛是免疫疗法，你嘛是用迄个免疫细胞家己。所以大家唔免幻想讲做一档啊，每一种癌拢会用。你甲癌细胞辨认认出来以后，后壁爱阁有起初达来甲讲啦。你若后壁迄个免疫治疗无效嘛，无路用。但是吼，我这线顶咱叶医师吼，叶医师，因为我即摆是看无讲。敢若看到新闻稿吼，啊嘛无迄个报告，报告对着内面较细节的即个数字拢无写呢。啊，袂出来。你敢有看到讲最新的数字有写出来讲哦，伊个整体即个复发率，还是讲防愈率，还是安怎？敢有？阮会使看第4张，第4张是咧。2期的这临床试验，即马是 follow 到第5年，所以你会使这个4年的无复发、甲存活、无远端转移这资料拢有啊。这是咱即马有的资料。即马恁看到这种图，其实甲拄则何老师、甲李生甲收听总经理讲的，其实拢差不多。其实这个 mRNA 疫苗是咧训练你的新兵，你的新兵叫做 T 细胞。T 细胞是本来阮每一个分钟，阮体内拢有这癌细胞咧产生，但是阮大部分人拢真健康，是因为阮有这免疫的 T 细胞甲这个物件拢太了，所以其实mRNA 疫苗咧做的物件，就是甲这 T 细胞增加甲真济，佮加个 T 细胞是互训练过的，知影啥物是迄个阮的敌人，啥物人爱去杀甲伊杀。PD-L1 这个 PD-1 这个物件去除的，其实pembrolizumab 其实伊做的物件其实把迄个肿瘤的这个城墙甲伊攻互伊无去，互这人这病会使去甲这个歹物仔。甲伊抬了，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安尼，伊爱有这个工程的机器，
你嘛爱有这个士兵会使去甲迄个敌人拢杀了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真好的这个伙伴。咱即马看到这个资料，其实是这个叫做4年的这个 RFS， 就是无复发存活率。这类 combination 就是 Keytruda 再加上这个莫德纳疫苗的这一组的话，是整体的这个效果拢比单纯用这个免疫疗法来个好足侪。啊，这个是第2期的临床试验，但是第3期的临床试验，因佫无足完整的甲阮讲，迄个数字是生甲安怎？因敢若甲阮讲迄个达到这个第3期临床试验的这个 endpoint， 啊，这个物啊其实是足好的资料，这个 endpoint 甲这个。统计学的意义有达到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这个第3期的临床试验，跟第2期应该是差不多，说不定还会更好。所以其实是会使从第2期的资料去推估第3期的临床试验，其实是所以叶医师你的意思是讲，就这2期所累积的数字，在统计上已经达到显著的这个效果，所以乃至到讲第3期，对，即马阮就看第5张。好，第5张，嘿，对。啊，这就比较这第2期甲第3期的临床试验，其实是差别伫咧倒位。所以第2期的临床试验是差不多150个人左右，啊，第3期到尾是收管1130几个人，对。啊，这个189人是因进行咧。计划的时阵是讲爱收遮个人，但是大部分临床试验都会再较加一寡，对，来去增加这个统计学的意义。啊，所以这个临床试验其实第3期是较严谨，因为第3期的临床试验大部分是依照这个美国 FDA 的需要。甲这个要求来去做遮个临床试验，所以这大部分都是足严谨的，佮足 high quality 的这个 data。啊，因看的范围嘛是较广，人嘛较足侪，但是这个疗程嘛是较久。啊，进行的些资料是甲阮讲这个临床试验是成功的，有达到统计学意义。但是阮爱等这个学会的发表，阮才会有迄个 overall survival 甲有较 detail 的这个 data 出来。是叶医师哈，你算定应该是足 promising。你小说等张医师有话要甲你回应哈，张医师。即嘛，咱所看的是期中分析。期中分析就是讲你2期、2米期做了会使，会使做第3期。是。像咱顶2年前有台湾有黏癌的疫苗啊，就是2期就失败啊，就3期就免做啊。所以2期要通过，所以150几个，到3期前。张批你的意思是讲，这无一定代表讲3期一定成功。期中分析、期中分析 pass 会使做3期安尼啦。3期的就是要含你标准的，一般咱咧做的治疗 NCCN 建议爱比较，去看伊的 subgroup 次族群分析，唔是干那看安尼尔。凡是做来讲 ，2B 有效，3期。4期无效嘛，有可能啊，所以到尾啊不成熟啦，爱到所有的统计出来，他知影讲。但是已经行到第3期，伊个宣称讲伊达标，应该某种程度是 promising， 会使安尼讲。会使安尼讲，啊，不过你的对照组吼，嘛毋是干那 Keytruda，其他有 Bra 有 Make， 啊冇标靶药，冇标靶药会当用啦，其实伊对手真多啦。哦，所以啊，佫无一定吼。无一定。我过来请教哈，叶医师。对。嘿，我甲你请教哈。这个新闻发布了后，在恁这英国，大家医师的反应是感觉讲，那么其他的这个癌症也有可能会当用这个模式来做吗？大家有安尼遮乐观无？其实进行咧第2期发表的时阵，阮都一定感觉。应该是会成功，其实无意外啦，对。啊，这个，阮进行参照你拄则讲的第3期的这个新闻稿发布是讲因已经成功啊，所以毋是讲第2期，啊，搁第3期啊无确定，因是确定因是
达标甲成功啊，但是阮详细的资料伊还未 release 出来，其实这是这药厂诶大在做的物件。那阮即马看到第二页，嘿，第二页的话，这就是阮即马看到第二页，其实这是我经历的这个 Moderna 甲 BNT 这两家上 mRNA 上好的公司，因咧做的第二期甲第三期的临床试验，其实第一期佫足济啊，因咧 indication 都是因target 的在炎症，其实包山包海的，啥物拢有，毋是敢若皮肤炎啊尔，其实足济咧做这个肺癌，甲这个鳞炎啊，佮有这个大肠癌，其实啥物拢有，第三期拢做甲足卫生的，其实足济。咱就即摆会使看这个结果是安怎，但是进前上走啊较紧的是Moderna这个 melanoma 这个 combo therapy。那我们再回到第一页，第一章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其实 mRNA 用的所在其实足侪种的啦，因为每一种炎症伊的特性其实较无共，所以因做足侪的尝试。那进前目前是较成功的是这个量身定做，加这个Pembrolizumab Keytruda 做 combo 的这个东西是确定是几乎应该是笃定成功这样子。对。好，叶医师你在线顶稍等的吼，我请何老师来讲一下吼。老师，这大家上好奇的，就是讲，这以后，好 ，OK， 这成功，来台湾呢？来台湾敢有可能？这咱这个技术是已经有基础的技术，还是讲无咯？这来外口，过来取经过来因的机器，过来安怎真侪条件合起来？照你讲是毋免，咱因为。头一个爱做的就是手术甲伊提出来，比较这咱会晓做啊，就是total sequencing 吼，迄序列拢个咱会晓做，分析应该嘛是会使，即马就是讲，咱即马台湾嘛已经建了一些 mRNA 的那个制造的 facility， 制造的这个设备，所以应该是家己会使做。你若有想要去做，应该是家己会使做。老师讲这真艺术咯，应该是。就是说理论上，就是技术上应该是无问题。受经济还咧偷笑。但是你即马就是讲，什么人要做？因为这是涉及一个人，一个人，这不是讲国家的政策讲咱来做，就大家拢来，就是按大家拢用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所以那。你若一个真有钱的人讲，我要爱安尼做的时阵，伊较简单的去外国做啊。我是安尼想，理论上是安尼，因为咱医生嘛咧缺乏，护士嘛咧缺乏，是咱大家拢咧缺乏的时阵，佫摕一寡人来服侍你。case 无够，规模无够大，歹做啦，因为这是客制化的。这是客制化，但是这个技术是可以拿来，因为客制化所以无问题。你要摕一个人讲我记得，比如说咱假定哪面的罗马就是一样皮肤癌，你要一氧化葫芦去做它，技术上无问题。所以若要到普及化，还一段路。普及化就是一段路。我讲的，因为唔是干那你这个人，别人也蛮要做。要紧是含骨髓移植共款啦，骨髓移植，但无一定大家拢成功。你的人的身体杀手细胞免疫无够强，你家己做，嘛是比 Keytruda alone 好一点仔尔，嘛毋是规个拢安尼赢啊，无讲就规个拢规碗拢安尼成功。这也距离也真侪真悬。有个人吼，有感情的吼，你手术甲摕起来，一点点你查无用ctDNA， 就是说可溶性的血液里面的 DNA 还可以测得到，当验袂到的，有个人就不要紧，有个人足紧就恶化，也无一定。但是我知影讲，Keytruda本来咧治疗的时候就真侪副作用哦。
对，所以我有一个亲戚，做了这些副作用真大。每一个人无共款，惊到唔敢做伊迄个幅度真悬，每一个人无共款。即摆愈来愈普遍啦，你加是自体免疫的代志啦，迄个输注的反应吼，迄副作用大家拢足熟手的啊。无食手无法度，伊是干这条路通好去啊，尔，所以嘛是爱忍耐嘛。对啊。严重副作用其实伊比迄个化疗啥物更较低。吼，你讲啊，有个人讲我是皮肤啊是啥有，可是有个严重的免疫反应，迄个看人，啊，可是伊是较少。所以我毋知伊是啥物情形。啊，第二个是，无你想看嘛，起初达是全球卖了同好的药啊，你知影？啊，真的啊！伊是全球卖第1名药啊。哦，嘿，所以你知影？比迄个 Viagra 较时间。哦，Viagra 即嘛真后壁嘛。哦，因为伊较俗啊，哈，我讲 Viagra 较俗啦。无，伊即嘛因为伊即嘛真侪癌拢会用，啊伊嘛用甲足普遍，啊伊因咧使用的时阵嘛，愈来愈了解讲这药啊安怎用，啊则袂去引起伤过头的即个免疫，还是讲甲病患教育讲吼，咱即马其实伊病院拢真好，伊拢有个案管理师嘛，吼。如果我即马治疗的时阵，我有啥物无爽快、啥物情形，我甲我个管师联络，吼，啊是毋是爱先清倒来，莫阁等后一届回诊。所以其实伊一个治疗已经很成熟啊啦。啊，即马是讲咱即马教即个物件伊的意义，啊，搁咱台湾会用做。你讲台湾会用做，同简单恁做卡梯啦，你做迄。蛮做，可是有即摆较侪拢是卡梯，他就拄到伊讲的迄啊。真共款的是，我即摆我甲即个针对基因铅核抗原的 T 细胞接受器细胞治疗嘛，听无啥，无，观众听无啦。共款就是讲，进前你看因咧做治疗血癌的时阵啊，吼，我是毋是进行着化疗啊，吼，还是讲我即摆用骨髓移植啊？啊，佫有人是讲，啊，我干脆吼就是共款，我着教我的免疫细胞讲。我来讲，你就比如讲，急性淋巴球白检吼，伊有 CD19的迄个marker 标记，啊，你的标记吼，咱那个确认的时阵，就用病毒甲你传入去，传你。甲个扩充啦，你的白球甲分离出来，甲扩充变足侪的病有攻击能力的 CD 针对 CD19会当攻击的迄个细胞，佮注到对你的身躯内底，这个叫CAR T啦。就是即摆胜过一种细胞治疗啦，安尼吼。就是你的细胞无认真 ，T 细胞无认真，爱叫你出去外口嘎咧转来，啊大兵入去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就直接免疫靠战斗力啊嘛，啊战斗力人去。啊，你即马即个免疫疫苗吼，mRNA 疫苗佮加 Keytruda 就是互你的免疫治疗佮加强版的啦，加强的啦，毋是讲规个拢变天变得足厉害。我都是讲，比如讲卡体好啊，卡体嘛，即摆拢原厂咧做嘛，吼。咱虽然讲台湾嘛有一寡实验室离发展，啊，中国嘛有离发展，可是恁即摆做的应该拢是原厂的嘛，对不对？即摆就干那一间啊，进来啊，第二间要出来啊，啊是说。所以我就是讲，有当时用做无，咱能力有无？规模无法可是规模，咱你各自的吼。你这做爱6至8礼拜呢，毋是讲你要做随就会使，你摕到你的迄病理的组织吼，了爱搁6至8礼拜才做会出来。所以咧，王公贵族就这种病才有通啦。啊，就是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一定是无办法像人我一个国际性的大厂，我一个我病人这么多啊，我有可能达到这个规模。千外是因为效果无差真多时阵，人数就爱较侪，统计较有意义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伊上无有这个钱通做啊，对啊，你信不信有啊？啊，伊有抢本心嘛。我是讲，即摆是安尼，伊临床试验，互咱一个统计的数字。即摆一个人，我要爱即个治疗，还是我无爱即个治疗，迄是我的决定。你若讲哦，我要摕一个 risk 50%我嘛要爱，那你就可以去接受。我是这个意思，这是真个人化的。以后变就对选择的啦，你会当去选择，但是就是讲，你咧问讲，咱的健保会不会给付？健保比较困难的，现阶段一定是比较困难。但是私人的无一定，私人的保险你若有保到癌症
它有 cover 这个，那就有可能啊。新的条款可能也无这种写这种治疗啦。私人的保险即摆嘛真痛苦，因为呢，因这几年来，因为太侪，因即摆叫做医疗通膨，就是讲太侪这新的治疗，新的风险实在是太贵，太贵甲伊以前的医疗通膨，咱做一个卡迪要800万台票呢。800万，对啊，800万，咱互数据只也讲这钱项的代志。800万，佫毋是咱即摆健保付通贵的啊，佫有基因治疗一个快5000万嘛，佫一个准备出来一个1亿嘛，七千1亿嘛，迄个血有病的7700万。就是说，咱即摆，所以有啥物讲？人家讲即摆医疗通膨，就是讲即摆新的治疗愈来愈侪出来，可有的治疗实在是足贵的，啊，贵甲一般人根本就无可能买了之外，这个保险公司嘛开始咧想讲，我进前卖你这个保单的时阵啊，迄当阵的医疗根本就无这个命啊，所以后摆敢会搁买这个产品，真歹讲。好啊，所以因即摆嘛开始讲，我即摆要卖这新的产品的时候，我要安怎卖你？我到底是要卖讲？来注明。我一个定额变讲你买偌济单位，啊，每个单位付偌济钱互你，所以毋是讲啊，你即摆1000万，我就付1000万。如果你当初是你感情付的，讲哦，你买有单位，是只是付，啊，就规个拢互你。是只是付嘛是有一个。有一个勘站，好，每一个单位实际是付是偌济钱，大家想讲啊，实支实付这谢你就表示讲我用偌济钱，保险公司就我偌济钱，你想济，好，不是，好，爱看你买额度，你整一个额度多少钱啊？我有一个定，好，所以你想讲当一个治疗爱几千万的时阵，无一个保险可能付这钱在台湾啦。啊，你外国无一定哦，因为外国伊有一个伊的商业保险，伊付的就是实质性给付嘛，伊毋是跟咱台湾的保险真侪讲互你钱对不对？啊，你发觉有的外国保险毋是我付的，互你付治疗。对不对？我这个保险有付这种治疗无？嘿，所以毋是提钱，所以外国有觉得大的公司可能安尼，可能台湾你讲钱这吼。即摆你买额度绝对无可能付得起，这800可能佫有啦吼，几千万你就真我有听过800万有给付的。嘿，有吼，佫较悬着，无一定付到遮尔悬嘛。所以连私人的保险无一定会 cover 的时阵，你也想讲啊，这款的治疗到底后摆要安怎行？吼啊，伊是安那遮尔贵？吼，这是后话。但是我想讲，今仔人类的前途呢？嘿，啊，今仔讲这题，同主要是在讲。这绝对不是讲拍一人你就袂着感嘛吼，因为这就是讲你已经着感嘛。是讲人类的前途以后免见严毒。嘿，嘛毋是讲这个模式每一种癌拢会成功，嘛毋是讲这种模式每一人拢袂复发，就讲这种模式都会去有一寡人伊的复发率会较少。我这念啊病内面3汤冷水的，但是我要请吼线顶咱叶医师吼，叶医师。因为你在英国，我要问一下吼，我知影讲黑色素瘤这项代志，其实是西洋人较容易得嘛，吼，啊，咱亚洲人，尤其是台湾人较少嘛，啊，所以所以这个治疗对咱亚洲的这个意义，敢会拍折？应该是袂。对，因为亚洲人其实嘛是有黑色素瘤，但是是生甲咧手甲骹先较济，叫 acho-lentiginous。啊，白人的这个黑色素瘤是较济是咧身躯面顶的。啊，阮会使看到这个第3张图，第3张，好。啊，这个时阵其实是阮安怎去诊断这个黑色素瘤的一个标准啊 ，ABCD 这是美国的用法啊 ，Glasgow 7-point checklist 是阮英国的做法啊，是阮以前的老师叫 Professor Mackay 伊设计出来的，所以伊其实看的物件拢差不多，都是看这几个月来啊，这个物件有变较大，还是改变这个形状？这跟咱亚洲甲西洋敢有啥物关系？其实生共款，对，但是这个部位的无共。部位无共款。亚洲人大部分部位是咧手甲骹较济，但是嘛毋是讲伊袂身个身躯面顶，嘛是有。敢若比例的问题，但是白人其实这个会发生。
几率其实是咱台湾人的20到33倍，所以其实台湾人是较少足济的啦。哦，就这样哦。因为因这个皮肤较脆弱，因为是因伤白。所以咱咧用这个去出达的时阵，敢有较无效果？开始看这个次族群分析，这个其实爱从这些资料来去看，但是理论上应该是无就无这个很大的差别。无显著的效果。就张批哦，张批小讲者，当初8000万开放被适应症的时阵，黑色素瘤咱是寄予厚望，结果咯无理想，咱亚洲人较歹，差一点仔就 waitlist 内底 off 掉。哦，迄阵的 cut off 20%，伊差不多17倍左右，他都啊。姚医师讲了后，acro 就是手脚末端的黑色素瘤，迄个较歹。咱台湾人拢是手脚末端的，唔是身躯的背部啊，其他的是手脚末端，所以咱台湾人黑色素瘤较歹。所以起初的效果嘛较歹。起初的效果较歹，差一点仔就 delete。尾也是勉强甲保持的，伊的表现无迄。但是即马大家用甲真拍手啊，真好啊。真好是，即马拢常常含 TKI 小分子苏氨基酶南咧做用，无够好啦，无够好啦，老实讲无够好啦。即马即个次族群对即个 messenger RNA 了的刺激会更较好无？咱就爱看种族，准备种族就是一个真要紧的，爱看黑人、白人、亚洲人。差别确实是有啦。是，叶医师，你头有听到张批讲无？有。哦，这亚族群可能还佫爱斟酌哦。本身就较严重，因为 ACO-lentiginous 甲一般的黑色素瘤比较，因的 survival 都是较差。哦。所以嘛爱看讲三期的报告出来，内面对着亚族群是安怎描写吼？因为阮临床上北人的其实你也比较容易在做 surgical resection， 直接挖掉会比较快。那但是 ACO-lentiginous 你在挖的时候会很困难，而且它的这个表现会不是那么的明显，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很快的找出来。哦，所以嘛是步步爱真斟酌就对啦。对啦，第二项有小怪这个临床 limitation， 有临床上的这个会限制啦吼。第二种的就是生咧目睭啦、肠啊啦，迄款就较歹啦。迄算个远平的远端的，唔是皮肤的黑色素癌啦。远端的转移啊嘛。咱台湾嘛较多。唔是啊，是本来就生。本来生伫遮，后生伫遮哦。大肠头嘛有啊，目睭嘛有啊。因为那个那个也是皮肤啊。对啦，这嘛是皮肤啦。所以有的人来讲哦，因为因发病原因跟咱发病原因可能无啥共款，因为定讲迄北中人机制无共款。致病基准可能嘛无一定啊。像有一个医师伊之前讲，伊就想讲吼，伊的病人定定拢是通定看就是骹底，老岁仔人骹底。伊想讲奇怪，这说实在嘛，袂晒着太阳啊啥无，伊到底什么原因？就发现吼，伊这族群内底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吼，是毋是因为伊当阵伊的病院较庄骹，伊讲是毋是庄骹所在啊？因做田拢脱车。烫只骹，有当时咱做田难免会用药啊嘛吼，有可能是讲我长期我烫只骹，我用药，我有一个微小伤口上我长期的刺激，所以想讲，伊这所在，伊收到几个拢是这种骹底，所以讲可能是是毋是咱原因是安咱会得这种皮肤癌，致病无啥甲病人无啥共款。如果你讲机制无共款，伊突变的所在也是伊当初人发出来就无共款啊，是毋是有当时对这个免疫治疗伊反应也无共款？哦，咱这人体经验大机行呢。你一定要知影讲免疫这个代志吼，就是个人的差别一定足大的。这就是上重要，咱每一个人都要知影，这免疫就是大家拢足无共款。所以每一个人有自觉。你咱嘛是爱个回归到我常常咧讲的，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你的免疫机制就是反映在
你的免疫机制。你讲你，我来讲，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你较袂破病，较袂添染，较袂安怎，较袂安怎，那个免疫力就是很好，你嘛较袂老。你是免疫力是比较好的，较袂老嘛是跟免疫力有关啊。 Exactly，就是这样。免疫力较高的呢。所以咱即嘛吼，一定，你即嘛每一遍来叫我来食，我就讲这，你就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就是爱靠家己。你无一定讲100%你安尼做就甲别人拢共款，但是你有做一定有效，有差，一定有差。你有认真吼。好好活，爱别人，食健康的食物，运动，这足重要的。敢若肺癌共款啦，爱看你的基因分析，分析出是倒一款的，有基因突变的 BRAF、MEK， 你就可能小分子，啊，若无的就可能messenger RNA，免疫治疗，变成足侪款的选择。两位三位啊，拢医生诶。阮当初哦，足侪医生然后甲我讲哦，啊，免遐想啦，好运的着牺牲，歹运的着灵验啦。没有。啊，你着好好啊活掉，啊，莫想遐济安尼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佫等下咱嘛是爱讲即个 mRNA 一个好话啦。我有去读伊的报告，因为虽然拢无细节，有一句话讲吼，并没有增加的副作用，并没有明显。所以意思就是讲吼，你咳出的有一寡什么问题吼，我再加着这个吼，无较严重。哦，袂较加重。对，啊，佫有帮助。咱即马爱记哩哦。伊上大毒性就是钱啦。financial toxicity。他比你便宜。我们记得，因为 COVID-19 的时阵吼，虽然 mRNA 帮助咱足济。但是伊嘛足侪歹名声，大家拢讲伊这，我安全。所以即马我等下嘛是咱，至少即马的报告是安尼讲啊，但是细节再看啦吼，看讲到底是看我看。但是我是回到要讲说Keytruda这个东西吼，大家都讲用甲足好，我最近才有一个足好的朋友，伊第一剂打完，伊就不可以再打了。啊，足严重，细节我就袂讲啊。严重，甲医生讲啊，咱全卖用，唔通过用啊。这肝炎啦，甲种酸炎对，太严重，这太严重了。所以每一个人经营足无共款。就有好运就牺牲，歹运就灵验啊。对啦，啊，就是敢若乐透啊，有的就有效的，有的完全袂叮当。来，我先和叶秘书吼讲上后尾建议吼，叶秘书，他拄仔何老师所讲的吼。这 mRNA 吼，在 COVID-19 的时间吼，其实名声好歹差真济吼。到当为止，你有认为讲已经有这包青天甲变换起来无？没有啦。我感觉一直以来 mRNA 拢无虾米足大的问题啊。其实我一直认为 mRNA 都是伊是大部分都是都安全，伊是安全啊，感觉足有效的预防下。啊，唔管是甲虾米比较，伊其实拢安全性拢无虾米大问题。刚才有一种，你又讲青少年男性的这个第2剂的心肌炎，这些其实把这个 dosing interval 拉长到8周以后，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对啊。而且目前看来，这个心肿化一样的这些这个状况也不是很严重，对啊。是，也是上尾一个问题吼。那照安尼看起来，你的预测，这项物件会当上市，一般的这医学的经验，5档敢会使？5档，所以我都只无听好清楚。我讲这个物件吼，伊还有第4期嘛？没有，第4期是上市后。上市后，所以3期 OK 了，会当上市啊吗？对，有会加速通过核准加速核准哦，所以即马伫英国，大家应该是咧等这款会当来开始用了咯。对啊，因为我是较期待，就期待这个今年会使成功，然后我多一个武器会使互病人会使使用，对，因为英国这个 melanoma 的病人其实足多啊，阮一个文静就会使看2、3个 melanoma 的病人足多。我附带问一下吼，恁遐咧用这 Keytruda 这项药啊，有真贵无？政府拢出啊，免钱啊，免挂号费，无部分。和台湾差不多嘛吼。伊嘛是
健保最多的啦，nice，英国不然伊是 nice，公医啦，嘿，公益和台湾对，同款公。益，所以它的 coverage 比台湾大很多。对，安怎讲？只要是 NICE 的那个东西，它的给付的时间还有范围，基本上都比台湾的全面性的还要大。叶秘书无啥了解啦，我是伫健保署，差不多啦。我和张批讲者，咱有诶是台湾有通过啊，NICE 还未通过啊。阮那是参考的 HTA 3个主要参考国，加拿大、Australia NICE 差不多啦。咱的健保差不多，基础的 coverage 差不多嘛。苏庆姐啊，感觉咧？苏庆姐咧头笑哦。可能疾病的种类差不多啦，可是有当时吼，咱有期间别啦，比如讲我可能疗程就较少啦，人有给付，咱就付2档啦，人有迄个咱的病人检较严啦吼，嘛是有差。可我讲健保钱本来就有限，本来就有限，无咱无去乌石油，你拢无迄个，我钱就是无可能无限制出来嘛吼，你愈来愈侪新的疗法出来，人愈来愈老，病愈来愈侪，我哪有够用？所以本来就是面对讲，我安那呼吸真正用在刀口上，这是无可厚非。天经地义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自己要努力，就是像讲这些黑色素细胞癌哦，这皮肤癌，你自己要有警觉啊。像讲我记得因外国因生躯干啊，有当时头壳顶啊，因有当初有发动一个真趣味的活动，是迄因那理发师会帮忙看，对不吼？我剃头毛的时阵，我看卖头顶有迄个对不对？台湾嘛会使啊，真侪人做脚底按摩做啥，看卖内底有因为骹底有当时讲无看到，你知影？你洗身躯洗，不一定骹底拢无看。后摆就是但是讲按摩师爱训练按摩师训练讲看骹底有无？翕相送互 AI 来判断啦，ChatGPT。主要就是即马伊咧讲的就是讲，你若提早可以提早诊断的时阵，你都唔免烦恼，免烦，因为你就把它割掉就解决了。就袂用到对，伊还佫真细时，他的癌细胞没有长到很深的时候，你给摕出来，你都无代志。早期发现，早期发现，所以早期发现真重。这我感觉吼，以医生来讲，这张皮，这边安怎早期发现？咱洗身躯的时阵，脚脚边有看无啊？啊，咪叫太太来看。对啊，小可乌乌的是痣啊，是癌，就爱。会中大未中大？对啊。哦，若骹底咧？骹底家己看啊，咪翕相。对啊，脚尖架就看会到啊。若是人咧讲迄个，这个手翘啦，还是这个胳肢窝啦，这种所在咧。你讲台湾毋是拢是骹甲手较济？对啦，嘛是有，嘛是有，哎，相互检查。感情爱较好咧啦。哦，安尼张皮，这句话今仔太高档啦，感情好啦。哎呀，互相检查咧。对。啊，毋就敢若搞三的，我 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 will scratch yours。安尼是安尼，胡老师，这互相爱检查咧。我是感觉皮肤癌很少啦，但是 in a general sense， 不管你什么癌症，你若提早诊断的时阵，你拢是较好啦，结果拢会较好啦。我是要问医生，你有感觉这2年来，我们的赖政府也健康台湾用足济钱，你应该替伊讲一下，替伊大家。一开始是咱要参考 NICE 吼，要要求30亿个 Cancer Drug Fund， 伊即马互咱100亿新药啊。这是这2年才有的，这2年来。较早要甲讨5亿，拢讨无新药啊，100亿。100亿，这是咱赖政府做的代志。啊，这100亿药啊是健保免费嘛？无，健保先编列预算100亿，用了看2年，暂时性支付，暂时先出，若有效的时阵就一般支付一般。所以要紧是较早是基站的迄个点数会浮动嘛。1块变8角啊，什么货？啊，即马保证拢有9角啊，1块的时阵，伊即个无管啦，无差。算是讲安尼啦，因为伊就是讲，
伊毋是为你这个普档的啊个，伊毋是为健保费来啦，伊是用公务预算，啊，还有进前有编的一笔预算啦进去，啊，就是讲两当前我要去后生会讲 cancer drop out， 我好然后叫我落来摸参有改加。进啦吼。有改进啦，等于是即马有。因为咱一直来讲给你别讲啥物拢食健保嘛，所以即马再另外摕一笔钱出来做这个。